好，來繼續來看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兒童少年未來戶頭的條例，但是行政院長杜英泰決定無愛附屬。立法院長韓國瑜昨日面冊鋪文講重話，講執政權閣再安怎大嘛大袂過憲法。杜英泰隨後嘛鋪文來反擊，講韓國瑜讀袂少的古冊，但是袂記得讀好憲法甲預算法。不過，杜院長早起參加活動是表現出善意，伊講希望甲韓院長共同面對憲法，來解決掉憲政平衡的問題。如果立法院能夠容許這個違憲的法案一直出現，那行政院的責任就是讓這些違憲的法案不能實現。行政院長杜英泰所講的違憲法案，就包括進前立院三讀通過兒少未來考組條例，倒規第四屆無附屬法案，嘛互立法院長韓國瑜來到話。韓國瑜面冊鋪文，先引用《論語》的經典：“君子務本立而道生。”強調行政院該依法行政，就要依法行政，這毋是選擇題，無講價空間。嘛鄭重提醒，執政權閣再大嘛大袂過憲法。不過杜英泰了後嘛鋪文回應，講韓國瑜讀袂少古冊，煞袂記哩讀憲法加預算法。不知道他以前的這個憲法是念到哪裡去了？有可能他這個當了幾十年的政治人物之後，他早就把中華民國憲法拋諸腦後。我希望跟韓院長，我們共同嚴肅面對憲法，來解決憲政平衡、恢復憲政秩序的問題。強調咱共同杜英泰想要表達好意，畢竟行政院明仔載就按算甲116年中央政府總預算送到立院，那安尼有今年的追加預算，這個追加預算包括8大類，分別是中東能源造成的控制不嘅措施、軍公教專業加給、國民年金、勞動甲社福津貼、國防非洲抵債、兒少成長津貼、政治作業、馬達開在後國公教人員調薪水，即嘛調價繼續經條例，敢會閣好預算卡條。他們要送追加預算，送年度預算，送年度預算，我們當然會審。民進黨政府就準備現在開始就一路開幹。在野黨能夠高抬貴手，我們要來進行審查的部分呢，那也希望一切能夠順利。調價攻防造成憲政的局面動條例，即嘛看起來會是拍袂花，恐驚燒起後一個預算的會期。